多谢辉龙来看汉光演习。汉光实兵操演第4天，陆战队呢演练两栖地形陆战。海军陆战队今日伫屏东嘉乐洞这个海堡呢完成联合操演两栖地形陆作战，将近有200名海陆士兵坐这个两栖突击车抢滩 ，IDF 战斗机、空投热焰弹，海底嘛黄色炸药爆破，开一条安全的航道，或者士兵上岸。 AAV 怪两车突击车暂获最终榜烟雾弹，海军陆战队士兵分别对 AAV 怪和 CRRC 突击艇接近，空中2架次 IDF 战机随来坐镇。 在 AAV 拐跟 CRC 下水之后，接下来是 IDF 战机要进行的就是空投热焰弹。 以热焰弹武器轰炸陆上敌军，不过要抢滩的周坡，阁可能要面对水雷等等的障碍物，要担任关键的安全航道开道作业，国军用 TNT 炸药。 5枚半磅到1磅的 TNT 罩在水中进行爆破，要为后面的抢滩作业开出安全航道。另外，对 LCU-484嘛，就是合同登陆艇当中放的 CRRC 手灵艇，嘛伫海面上放出互做黑色轻仔钱的黑色烟雾。 突击手灵艇抢滩了后，两栖登陆作战联合操演的主角 AAV 怪分组3个周坡，伫今仔登上屏东嘉乐洞海堡。现在可以看到 AAV 拐的团员正在进行抢滩的作业，每一艘至少有6个人以上的士兵。红桥铁军部队海军陆战队99旅，这摆总共出动18台 AAV 怪，算算的大概对车尾出8到10个人，总共出动约200人参演。 上海士兵拍落来保持警戒，确定安全了后，继续走攻占地面建筑物。海陆空协同完成抢滩，互陆战队士兵增加未少信心。海军陆战队有人赞成，不杀。陆战队99旅中士张成友、张成文是双生啊共同参演。因认为今仔日嘉乐洞海堡连建都好，海应平稳。现场若去因真侪民众观演，前美国海陆成员嘛对国军防范中国威胁提出看法。 This is where you're at, so consider what you have to do and what may happen in the future, and preparing for that future. 汉光38号士兵操演武器两车登陆作战，为眼前台海局势做好完整的准备。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